加州社区大学入学不用再考 placement test 了。娃娃 TV。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没错，最近听一些小娃娃们说呢，加州很多社区大学入学已经不需要再考 placement test 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 placement test。placement test 呢是社区大学的一种程度测验，也可以说是摸底考试啦。这种考试呢，一般有分为数学跟英文考试，学校会依照你的考试结果来告诉你需要多拿哪些额外的课程来弥补你缺少的程度。举个例子好了，每间社区大学呢都有一门必修的大学程度英文课。而每个新生入学后呢，都需要考 placement test 来看看你的程度是不是适合上大学程度的英文课。如果你 placement test 考得很好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去上大学程度的英文课。但如果你的 placement test 没有考得那么好的话呢，那么你就需要多拿一些额外的英文课，等你的程度达到标准之后呢，才能拿大学程度的英文课。那为什么现在会突然不用考 placement test 了呢？我大概上网查了一下啦，因为有个教育民权团体认为呢，这种 placement test 呢不应该用来决定学生们的命运。那些被 placement test 认为程度不够而被分配需要拿很多额外课程的学生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也可能会阻断学生们继续求学的意愿。所以加州从今年2019年开始有一条新的法案，叫 AB 705法案。这个法案呢，要求社区大学要使用学生们高中成绩单的数据来为学生们的程度做分配，确定他们是否需要多拿额外的课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成绩单表示你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完成某个程度的英文跟数学课程的话，那么你进入社区大学之后呢，就可以不用考试，直接接着你高中完成后的课程上就可以了。一般就是直接接大学的正式课程啦，除非你12年级的英文或数学被当掉，你才需要重修啦。那这个法案呢，基本上是保障在美国读高中的学生。我问过几个今年刚来的国际生的小娃娃，他们都说了，他们进入社区大学之后呢，还是一样被要求要考 placement test， 因为学校不知道也没有办法从你的成绩单上看出你国家教育出的英文跟数学程度是怎么样的，所以还是需要通过 placement test 来测验你的程度。那这个呢，我也发了几个 email 去跟几间社区大学确认过了，他们也都是说呢，国际学生跟重新进入大学的学生，或者是没有成绩单的学生呢，都还是需要考 placement test 的。所以各位国际学生们跟没有在美国读高中的各位同学们，这个 AB 705法案跟你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们入学之后呢，还是一样需要考 placement test 的啦，是不是觉得白高兴一场啦？好，那我这样说，大家有听明白吗？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也都欢迎留言，或者是到娃娃 TV 的 Facebook 粉丝团私讯我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